上集讲到，狂人病全球扩散，公寓内感染者越来越多。为了事态不再持续恶化，只能继续封锁公寓并断电。清洁工担心他们住在2楼，万一感染者闯入的话，他们就会最先遭殃。想要搬到之前打扫的11楼，那里现在也没有住户。但公寓代表担心这样会涉及法律纠纷，只好召集住户们开会决定。眼镜男看不起穷困的清洁工们，反对他们搬到楼上，反正隔离时间也就剩下3天了，只要忍耐一下就过去了。短发女告知以贤，她的哥哥曾联系过她，但是因为突然断电，就失去了联络。外面下起了雨，两人去天台取雨水备用。班长因为上次受到了惊吓，总是不断做噩梦，还一直拿着十字架祷告。短发女很担心哥哥的安危，来到1楼，看到正蹲在门外喝雨水的哥哥，询问他伤的重不重，有没有被感染。清洁大妈告知以贤，在3层和4层中间的楼梯间里发现了可疑的东西。两人来到短发女家，质问带血的毛巾是不是她扔的。短发女连连否认。以贤和班长一起来到停车场，在外面发现了他们分发的盒饭，担忧公寓内还有感染者潜伏，班长不希望再闹出事端了。他的妻子乳腺癌复发，重病缠身，他只想要离开这里回到妻子身边。以贤也觉得他们能做的并不多，决定就安心度过这2天隔离期，等待封闭解除。楼上却再次传来撞击声。中尉告知韩警官，临床实验的13号药物有效果了，72%的重症患者都有好转。盛荣现在也没有了口渴的症状。韩警官检查他的状况，他原来是素食者，现在却十分爱吃肉了。中尉让他在这里好好康复，不必担忧家人。新春的血液分析还没有出结果，韩警官让中尉将13号药剂送给上级。短发女悄悄从楼梯间来到11楼，出来的时候碰到新春和以贤，短发女只好承认她的哥哥就在里面。以贤询问她是否在1楼吃了便当，短发女哥哥解释是眼镜男给她的，他已经知道了她被感染的事，想让她和他一起进公寓，但她拒绝了，她很害怕自己会咬人。新春让他们2人都必须居家隔离，之后再向医护人员说明情况。收银员借住在黄毛家里，两人都察觉到家里经常发出撞击声。黄毛在母亲的手机中发现她后背上有伤口，猜测她已经被感染。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母亲，只在乎他自己的安危。今天是封锁解除的日子，但是公寓内依旧没有信号。住户们聚集在健身房，有人秘密送了1箱水放在这里。眼镜男问这是公寓代表准备的吗？他顺势接下这个功劳。以贤提议大家一起出去看看，却没有得到回应。以贤让新春不要喝水，担心万一里面放了什么。此时警报声响起，宣告原本预计今天解除封闭，但从此刻起无期限延长。住户们都崩溃不已，但眼镜男似乎早已料到这个结果。眼镜男回到家，律师男却出现在这里，解释是来给长发女做法律咨询。原来健身房的水都是眼镜男送去的，里面应该都被他注射了药物。黄毛告知住户们，他的妈妈似乎有点异常，发现了他拍摄的伤口视频。收银员和老头都解释只是因为皮肤干燥而已。公寓代表提出将2楼的食物都分发出去，清洁工气愤，这都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。新春决定不再放任公寓代表了，老头让收银员去别的地方，留在这里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收银员并没有可以去的地方。老头告知老太太，收银员已经有了可以居住的地方。新春和以贤来到公寓代表的家，看着简陋的装修，意识到他并没有在这里生活的打算。以贤拿出水杯质问他是否是他的水杯，猜测他拼命想要担任住户代表，就是为了以此受贿。健身男也是为了帮助他才进来的。新春放出狠话，绝对不会让他如愿当选住户代表。班长前来找牧师做祷告。公寓代表想到新春手上的伤口，询问他新春是否有哪里不舒服，他手上的伤口是否是被感染了。班长之前看到新春浑身是血，被韩警官带走，询问他有没有受伤，手上的伤口是什么时候的。新春说只是被朋友不小心抓伤，不太容易愈合而已，让他不必担心。黄毛回到家，父亲正守在母亲门前，他将食物都收集起来，来到2楼，祈求他们收留他，害怕母亲感染了，自己会有危险，想要和清洁工们一起住，还带来了许多食物和水。清洁工夫妇想着食物越多越好，但是已经没有房间了。清洁大妈主动说她愿意出去，分一点食物给她就行。安德鲁担心没有人会接纳他，大妈表示实在不行就去住地下室，感觉一个人在那里也更自在。安德鲁递给他一个苹果，嘱咐他小心一点，现在的人越来越坏了。眼镜男找到公寓代表，说有个东西想要给他看。两人来到11楼，他当时就看到短发女将感染的哥哥藏在这里。公寓代表打开门惊声尖叫。新春拿着对讲机找着信号，想要和外界取得联系。新春想要知道当时以贤不能打棒球后是靠着什么才撑了过来。以贤当时都是因为新春才重新燃起了希望，他那时真的很沮丧，虽然在他面前装作若无其事，但真的很迷茫。被新春推下去的时候，突然就想明白了，所以一直都很感激他。公寓代表气愤找到两人，质问他们是否知道感染者就藏在11楼，并说都是眼镜男带他去的。3人来到11楼，短发女哥哥跪在地上祈求他们救救他。他只是看了公寓代表一眼而已，他真的很想要活着出去见到他的孩子们。以贤只能将他暂时靠在楼下。短发女哥哥拜托他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妹妹，并说撞击声并不是他发出来的。两人找到眼镜男，他拿出饮料让他们2个先喝口水。公寓代表劝说班长，既然他想活着出去见到家人，哪怕不想做的事情也得做了，让他将装作是人的感染者都抓起来。眼镜男在厕所抠吐，他知道蒲院长是吃了药物才被感染的。
而他从健身男那里得到了药物。以贤意识到他将药都放到饮料里了，之前的饮料也都是他送过去的，是为了让住户们都感染吗？想以此摆脱杀人罪。眼镜男却说，只要他们2个死了就行，其他人只不过是附带的。只要感染者越来越多，治疗剂就会出来的越快，让他们2个在治疗剂研制出来之前，就躲在家里好好过日子。以贤直接打开药盒将药吃了下去，新春震惊的让他赶快吐出来。以贤却说这只是消化药罢了，他早就发现了眼镜男的计划，所以便偷偷将药物换了。眼镜男气急败坏地扑向以贤，被新春制服，行车记录仪也拍下了他拿药的过程。他这次绝对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2人押着眼镜男出来，班长却拿枪对着他们。财阀们已经优先注射了13号治疗剂，状态也好转了很多。会长听说13号药剂很难制造，数量也很稀少，让韩警官继续封锁公寓，等待感染者减少之后再开放药品。那些被感染的人留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韩警官也赞同，不管情况是否解决，有问题的人都尽快处理掉会比较好。就是像他们这样的人。会长毫不畏惧，示意手下上前，却被韩警官打倒在地，血液滴落在地上。财阀们再也忍受不了血液的诱惑，纷纷扑向他。中尉向韩警官禀告，高层的病房里出现了集体感染。韩警官说他将13号药剂偷偷拿给了他们。中尉想到那批药剂明明都失败了，已经在全部进行废弃处理。韩警官吩咐中尉将他们都活捉回来，继续做临床实验。握住妻子的手，安慰她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。本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面对末日来袭，人性的残酷展露无遗，新春与以贤能否冲破阻碍？下集我们不见不散。